众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氣類類嘅節目。今日大家都上嘅嘛嘅咧，先講到販書呢件事情，講到販書，大家想到嘛嘅哦，販書做嘅東西，販書妹啊，販書餅啊，咁講你今日大家講嘅係販書酒，係咪第一擺糖度？因為我係第一擺糖度。今日好好啦，大家都了解到底嘛嘅係販書酒，其實現從年年都係販書做嘅酒，大家嚟分享吼，有隻品牌嘅呢個松林嘅挑價，吼，佢係呢個羅傑呢先生分享。大家好，我係羅傑呢。今日東方而來呢邊度，大家分享我係番薯酒，謝謝。耶，真年輕歡喜，好開心哦！為什麼你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攝影棚？我其實是被那種青豆給瓶瓶罐罐給包圍，有嗎？而且看起來真的是琳琅滿目。不過太搞一點哦，呀，所有看得到的都是地瓜酒，我們可以這麼說，基本上都有地瓜的成分，都有地瓜的成分。DNA 哎，說得好哎，全部都有按用番薯嘅 DNA 做出來嘅酒，不管是調酒也好，或是原酒，真的太有意思了。故說今晡日真係對我親後吼，就會補愛啲也這個樣旁，好好來喝酒。所以6樣之前，其實老太公補愛嘅問題係，你酒量還可以嗎？對不對？我就講我有酒膽。不過酒量不太行，不過沒關係，錄影可以平安度過就走得好。品酒就好，品酒就好。對，他說我品酒乖，我說也就是不是實力派的。品酒不是品酒。不過真你清楚意思呢，他講到番薯嘅時節，老實說腦中閃過的都是番薯製品。有青島他講你露營還已經不太吃番薯，基本講哎呀，因為以前給你看窮，吃那個番薯稀飯已經吃怕了。是。不過竟然有地瓜酒，對，怎麼可能？對。就其實只要含有糖分跟澱粉的東西，應該都能做成酒。是。那地瓜當然就有這些條件嘛。對。那只是說地瓜這個東西，其實早在100多年前就有拿來做酒了。那因為菸酒的專賣制度嘛，哈，然後就變成說台灣在市場上只看到高粱或進口酒或米酒，所以穀類麥啊那些東西做的。對啊，所以地瓜酒這個東西就沒有在台面上出現。哦，所以你看，我也沒有辦法在一般的通路買到地瓜酒，對不對？算是一個在台灣算一個以前就有的新種類。哦，以前就有哎，而且台灣可能有蠻多小廠在做，可是沒有變成我們沒有辦法隨意的在各地的通路就輕易的買到這樣的地瓜酒，可是它是存在的。應該說，2002年政府才開放民間製酒嘛，所以在這之後就有很多人的想法會可能說，這能不能做的可能就出來了。哦，對，所以太棒了，而且你竟然就選擇地瓜，有故事，我們等一下再來說。可是從泰卡的分享哦，大家會覺得番薯粥給酒，然後我們會想到水果酒啊什麼的，可是你做的這個是烈酒，對。烈酒一般來講哈，我們一般台港英式的烈酒高粱嘛，58度就知道哦，好像已經會把自己燒起來了。對，黑某就會 whisky，所以這也這麼濃，這濃度很濃嗎？這濃度我們產品裡面的濃度有從75度都有，然後第一支產品做的是60度，75度，對，這喝整個人會燒起來吧，對不對？就看你的酒怎麼去運用嘛。哦，對啊，你可以把它當做其他產品的可能。是因為要做到濃度這麼高，其實在技術上是很困難的，就要更多時間了。很高多嘅時間，對，可能有青島嘅鄉親朋友說，哇，你們講的好像很深，沒有，其實就會簡單講酒就濃度輕流。我們不是煮雞酒嘛，也可以很濃啊，對不對？看你要不要加水而已，對不對？不過挺有意思哦，幾個品牌名稱叫恆氣。對，恆氣製酒嘛，好特別。當初的上牌是，有一擺的該好多品種較多了哈。係。啊，像番薯來講，好容易講韓籍嘛。係。啊，該種來做番薯酒，我想說，那像那恆氣製酒，韓籍恆氣好了。啊，多這兩個字挑起來，覺得也很漂亮。然後就想說，就像阿忠你講，開始用恆氣製酒來用。啊，你就會取幾個諧音就抽誒。不過對你來說也是很特別，你看韓籍、恆氣、番薯，對不對？然後又是自創品牌，感覺上，而且我剛好看到一些商標都很多台灣的圖案。顧總，你其實是要建立我們自己台灣的番薯酒的品牌，對不對？就一般來講哦，條路來講，太家做你搶該其實冇蠻好搶的呀。那就是瓜分市場嘛。對，那資金就本是瓜分市場。那當初看到呢個東西都突然冇，我都當攝影做啊。係。像你可能迄隻機會啊，事實上呢隻東西做得冇用。你真嘅可以調價呢？就調價就是很敢冒風險，就很敢冒險，然後也敢 take 那個風險。貪戇啊！
黑啦，然后很大胆，然后你又很有理念，而且更特别是泰卡有发现吗？因为泰卡有州应该就不会州，来州泰卡没州哎，对不对？走那种比较难的路线，要开创市场才入啊。对，好棒哦！那真给为什么我说给木易清反应就会公益可以杠输豆，就是觉得哇，台湾又再前进一步了，在酒的制酒这边，我有这样以梦黑暗牛年好。我们更多亚泰卡有吃到哈，跟刚才罗大哥有讲说哦，我们有75度原酒，对不对？对，你看我前面这么多的酒，听说这2瓶，对，就是一个是60度，一个是40度，一支60度，一支40度。橘色的盖子的那个是40度，然后黑色盖子的这个是60度，这就是你们同时制造的。你用机产品那个一开始才来起亚美是一个做出来的产品，可能拿到牌是用机产品开始。OK， 也算是很有对公司来说很有它创建的意义。应该算是基础产品希望它能成为长青产品。真的常青，常青产品。对，我是听到60度我就昏了啦。好，我等一下还有很特别，那我要这个大力鼓掌一下。你看那时候这样子创立黑色的这一支是60度，对不对？对对对。那时候he参加2019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奖的烈酒赛。烈酒赛。对。然后我们烧粥类我们拿到了银牌奖。耶！请掌声鼓励。这时候有那个鞭炮火花当收队，就是奖牌在这里，国际奖项。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们是不是觉得他们就觉得哦，番薯要做对周安永给酒，对不对？番薯可以做酒啊，当然台湾不会是唯一能的地方啊。对，那他们一定也很惊艳，才会得第2或许有让他们喝到感觉之类的吧。真的哈，味道各方面好哟，你知道吗？其实共识开发哦，我知道给不因为是给酒给时间，我是觉得很开心。可是有没有给同阿群妹啊，就跟我讲说，你知道这个是60度，我就开始有点紧张。然后呢，他就帮我倒了3杯酒在这里，所以第一杯是60度，第一杯60度，对。对，所以如果我想偷偷试喝的话，我要先从高浓度开始。你适合如果会喝酒的人就从高浓度开始，如果平常什么酒都喝的人从40度开始。那我从40度开始。好，应该说如果你是会喝酒的，那我从40度。可以永情朋友亚比中间这一杯其实就是我们这2个那个40度的，橘色开始那一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亚哈安永斯酒也很像在喝高粱的感觉，但是我只是品尝一下给米西，因为我亚神饮只有吃过地瓜制品，番薯饼，没吃过番薯酒。哦，很香哎，谢谢。可是我可以说很肤浅嘛，我觉得就是烈酒的味道。正常人啊，正常嘛，好险，我怕我太肤浅这样。要学过品酒才会慢慢去分析它的味道。真的哈，所以我等一下如果分析的不好，就泰狗要好不好喝就好。好不好喝就好了，是不是？好，永清朋友42哈，是看看呐。很烈，可是是舒服的。是。对，就是清体乖，就是你会觉得口感是舒服的。是。对，哇，这是40度的哎，我赶快来偷喝一下60度，我怕我们聊天聊太久。是。比较酸，是对的吗？比较强烈一点。对，又跟它更强烈。但是你可以闻它的香味来讲，它的香味是比较轻的。对。然后顺口度来讲，如果喝烈酒的人会喝的话，它顺口度是有的。对，很顺。然后我们米量节上面主要在蒸馏出来之后就没有再去加水这个动作。哦。所以叫地瓜原酒。是，很棒哎。可泰嘎就会知道，哇，其实这个对泰国人讲会稍微做安永给番薯酒，也是因为你在日本有喝过。对。一种。他们都玉烧粥黑毛。2004-05吧，我那开始拢日本打工。对。调解厂都要请下去翻，再出来啉酒，啉日本好的酒。其实摆拿番薯酒出来摆啉。啉到开始慢啉摆东西，味道清香的，啉到一个甜甜的，当好啉。咱讲番薯酒，开始上班时候，你番薯酒唔偏台湾会做的东西咩？上好像台湾番薯种很多，是开始上班是对这个东西记起来，原来世界上就番薯酒这个东西。
不过，这种是你连日本喝那个玉烧酒的时，日本伊个浓度有按高吗？你心不音哦，也是很高，也是很高哎。因为其实我刚才还要介绍我前面这一杯，你看我现在喝完60同70，我刚刚是纯饮，对，它其实也可以调酒，可以调酒，像这一杯就会调酒勾黑 OK， 对不对？对。哎，真的很特别，太咖啡迪莫，哎，只有我这个年代可能跟年纪才会滴，它是芦笋汁哎。以前我那个年代是有喝芦笋汁，所以它是芦笋汁加原酒，芦笋汁加原酒再加气泡水，所以这就算调酒，算调酒哦。其实在家就可以轻松做这些事情，好香哦！哦，这个很好喝，这个很好喝。但我觉得你喝烈酒很有意思，3、5好友聚在一起的话，烈酒要适量啊。然后你可以怎么运用它来喝的比较轻松的感觉？对，好，太敢看公都暗斗吼。其实我觉得这边要赶快同太敢的分享一下福气一箩筐，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日本的玉烧粥。对，泰嘎就会问，可以每个意思，你看烧粥，你看还有注音哦。对，烧粥。对，因为泰嘎就会念嘛该烧灼啊。烧灼，对。其实应该讲啊，烧粥你就要时间你不用记起来，种烧你叫时间你看就会嘛。炒啊，粥你叫时间你泰嘎看冇法度啊。啊，所以有边读边班就乱读一通这样。有人念烧灼，有人念烧奈嘛哈。对，那个是看字读出来的嘛。其实它在日本的定义，当日本的定义就是讲差不多是比较低度的蒸馏酒啊。OK， 对，啊，用这清了解。所以你是香港给烧酒，你就要是清楚底嘛。哦，对，烧酒就低哦。对，哦，古时候其实给用低度给蒸馏酒，就低度蒸馏酒的。古时候你连日本喝个但是它是必须，必须要买2股类应该都有左右。OK， 哇，这真的是根本嘅按用真嘅啉酒嘅第一次嘅分享吼。其實還有青島嘅酒會同大家嚟小嘅，還有青島嘅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再嚟講。今日當翻譯做啲繞牆道，你講老先生呢度節目啲有紹介幾間番薯酒吼，一家創立嘅品牌哦，哇！所以所有嘅鄉親朋友會講，一對番薯酒有興趣，哇！這家真的覺得很有希望哎，好像真的就買得到各種不同的番薯酒。我是真心這麼覺得，因為可能以前略知道，但是沒有想到它可以發展的現在算蠻成熟的，對不對？像上段節目 小給還得獎，60度的那一支還得到銀牌，這樣真的好棒，而且我跟他試喝給史杰共識在吧，就真的是烈酒，可是很順，你不會有時候不順的酒，你一喝大家會有沒有？你知道會有那種自然生理反應剛剛喝起來就是好像可以再來一口，按用給港哈。不過亞團節目更開心，因為真的在哈卡天師福氣類的節目，我們要做一件全球，我們說全球就是全球首次公開青島跟天樣港連續劇，我們是全球首播，錯嗎？我們個根本我們要全球首映。請奏樂來，這個好定一下哦，番薯，你看上面有那個地瓜的圖案，然後我們上面就是真的是寫番薯，番薯對，它是中文番薯，可是黑公牛哈嘎巴是番薯啊，它真名就會番薯，就番薯，對啊，所以這是你新做的地瓜酒，嘿冇？因為禮拜上節目還是用客家番薯用蠻講，還是用到番薯，你種番薯用馬開始表達的意思哈，啊，種到剛好找到剛做成到繁榮的曙光的想法。好棒哦！繁榮的曙光，阿公哈卡巴就會番薯，然後又是地瓜酒，然後你用一個綠色的酒標哈，啊，根本意思就會講，這真的是第一次公開哈。對。好，顧總，你看我們是不是很有福氣？福氣來，因為大哥有打開倒一小杯給我，所以就是這一杯，你看這杯透明的就會是幾度？33度。是不能做3度，是不是？你不可以只做那種便利店那種每周3.5度，太低。3.5那啤酒了，那樣也蠻不錯的。後來共 sale 要係33度哈，那我還是很香，對不對？哈，鄉親朋友，你們看眼講眼底要邊試酒，一直說很香，我覺得太搞出多的是款啦哈。我喝蠻大口的這次。它很順哦。
对，很顺，很顺。真甜喝烈酒我真的因为我说不出什么太精辟的那些什么形容词，公就知道清顺。我觉得喝酒顺就对了。对很棒番薯33度。如果刚才那个60、40、33，我可能会选这个。就未来市场考量的东西，对不对？泰卡也很能接受哇！泰狗真的恭喜，真甜太棒了，要就会今天的这个全球首播、全球首映，而且我应该是这摄影棚里面全球首喝。对，算是好开心，真甜好棒。够公的鸦片其实泰卡会知道除了这个全球首映跟天寿暗斗给酒，这一个看起来好漂亮，你介绍一下这个。你这系列地瓜的好朋友，番薯的朋友来讲。对，怎么说呢？当初是会做番薯秀鱼嘛因为你做威士忌就要工艺润桶。对。润桶呢，其实然后比如先做会比如梅子酒或葡萄酒，对不对先比如橡木桶在都香过以后呢，除出来让我威士忌的新酒把它放进去，对就会有那个味道，就会增加那个风味。是，它变化不是你想象的原本的可能葡萄什么味道，对，不会就你让会将味道出来。该其实像因为磨子眼嘛，像车来做你的酒来润桶酸的。OK。开始是先开始用草莓的东西做，开始开始做几百斤斤，做草莓酒清好啉。草莓酒全部拿润桶冇可能嘛，那总要再想的方法，老几就变成产品出来，像老几种番薯酒一夹 ，OK， 然后做17度，好像是几度？17度，还是很高浓度，这样就不会再有发酵跟变质的风险出来。OK， 对，然后应该说我们在想，那这系列要叫什么要调进去，我们就要买酒精出呀，用其他番薯酒来调。所以是用番薯去调理一个东西，像地瓜的好朋友。爱迪耶，古时候其实地瓜给好朋友，我们简单的讲其实它就是水果酒，地瓜原酒加水果酒，就水果酒就变。应该说就是水果加烈酒。OK， 水果加烈酒。而且是不是后来还很多小农会告诉你说，哎呀，有青豆给狗子，唔得用就青豆。是按用，所以都来脸书当过破例的东西嘛。做的方法慢慢来讲意思出来。人看到以后呢，是不亲好搞出来，亲神奇啦。还是拿讲球嘛，水果来做很快嘛，还是做一斤多做这多弄出来。而且按用你后面要做的工，可以是等于是也跟小农连接，对不对？对，应该说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不希望我们拿到的是市场上要卖的东西。本来不是这样的动机，不是这样的动机，我们希望拿到。一开始想说这么多水果好了，酿一酿好了啦，就这样很基础。一开始先润桶嘛，对，后来太多了，对，那干脆来做成产品。然后这个在农业上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它都是拿它可能就是长得不漂亮的水果，对，这些东西其实如果跑到市场上会造成价格的崩盘之类的问题，所以他就会这个东西来处理做很久是最适当的，对，用这个想法去做，这样也很环保就把它运用到最高价值嘛，是，对，它搞不好比卖的价钱还好。是因为购置黑工厂都清这，要某年会买，系统上的东西。你干脆拿来酿酒，它不是不好的水果，对，它只是长得没有那么好看。对，酒应该是这样出来的产品。好，那我要来考试哦。你看到我们现在很多，对不对？从你那边开始，你可以立刻讲出他们是什么水果酒嘛？好，第一瓶粉红色水蜜桃，第二葡萄，第上面一瓶草莓，然后梅子、桑葚、荔枝。谢谢。其实我们有得到老太狗给授权，老太太说，那我们可以试喝看看。其实老太狗人真的很可爱，又清淡也清大方。他说你都可以喝，其实为什么只开2瓶？因为本人可能还没录完，就先在这边倒下，所以就先开2瓶。为什么又要开2瓶？因为我好想喝喝看，是，对不对？好，我先跟观众朋友讲一下，亚高就会最靠近老太狗那个粉红色橘橘的啦，橘橘的，这是水蜜桃。不对，那一只是荔枝。你看是不是我平常就没在喝荔枝？这一支最靠近我的这一支是荔枝，是，对，好喜欢水果酒的味道哦。对，那我也是要先喝喝看这样，应该是你要倒一杯，我们倒一杯，然后我们2个在这边喝酒。比我之前喝的几支都比较甜。但是它又不是很甜，它是淡淡的。这个偏小资喝的酒，小资族，小资族，就我本人年轻群众，然后我们这个其实是为了一般不喝酒的人，我觉得这个年轻女生会非常喜欢，就会很想给 Samo 也会很爱喝。然后17度泰嘎也可以接受，但17度没有低哦，罗大哥。所以要加冰块或气泡水。加冰块，对，这样会更好喝。是。
很香，荔枝清香。是。哦，亚比黑水蜜桃什么？你看水蜜桃还按胶柜跟水果，如果稍微有点破皮就没有办法卖。对啊，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你看你这你就拿来周酒，它又可以发展成暗涌跟商品。对，真的没有办法喝60度、40度研究，要是怎么调酒就喝这个，对不对？哦，好香哦！这真的是水蜜桃吗？是水蜜桃，而且它有个特性是水蜜桃，你喝到的时候，跟你市场吃的水蜜桃，这真的是水蜜桃吗？是水蜜桃，是水蜜桃。没有倒错瓶吗？没有错。这真的很好喝哎。哦，你的脸不是应该这样说，水蜜桃这个东西哦，我们一般市场上我们被教育成它是某种香味，对。但你实际上喝的时候，你闻不出那个直接的香味，但是你慢慢感受得到。对。哦，我买吃豆黑贡，你要让我买，我会先买水蜜桃，可以吗？这每个人喜好嘛，对不对？好棒哦，亚洲的水果酒，因为那大家有发现冇？其实老太狗的烧给世界提供一口一次周亚东西的世界，是因为水果酒会拿来润桶，对，就先到桶子里面，对。让它有那个香味，对，然后你再放你要酿的酒进去，它会吸它的风味。我说，桶子就会轻松哟。泰嘎黑公有看过天使哦，那种酒窖一个的雪莉桶的概念嘛。对。我说其实我们这个不是你考我，是我要帮观众发问。其实 whisky 泰嘎就的确会放到橡木桶，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中间有一个小秘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就跟颜色有关。对，你是不是要来解密一下？其实应该说，我刚开始自己去了解做酒这件事的时候，威士忌这个东西，威士忌要颜色用蛮来开始唔低啊哈。啊，泰嘎就知道啊，你橡木桶出来就这样的颜色，威士忌的颜色深深的嘛。那它进橡木桶前什么颜色？你不然有木乃伊，当然唔黑咖啡色，对吗？对，所以应该说这一类蒸馏酒进橡木桶之前都是透明的。OK， 对，透明的情况下放到橡木桶，就像你在泡药材一样。对，药材是放在玻璃缸里面，橡木桶现在就是药材放在外面里面。OK， 所以泡出来就把木头颜色泡进来了，这就变成威士忌的颜色。古时候泰嘎真给唔低，给酒进去之前其实没有颜色，是没颜色的，对。对，出来经过橡木桶之后才变成泰嘎认识的威士忌的颜色。对。啊，为什么给不因为公亚呢？因为在泰国前面有3支看起来很像青枸杞的酒，对不对？这边是不是我们叫做尊摩？尊摩，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3款？这就是橡木桶。这3款就是我们把，然后番薯就不用橡木桶的熟成以后拿出来装那产品。太有趣了。然后这3款都各有各的特色，用不同的木头去做的。因为大家看到木桶就觉得叫橡木桶。对啊。但实际上木头做的桶子有很多种材质。材质不同。对。举例一下。有樱桃木头桶、樱桃、杜松、桑葚、相思、白蜡。然后再栗子，你刚刚那样都快要变贯口相声了，没有？把木桶一定要念。因为这个我讲很多次，你讲很多次，所以你这3款都是不同的橡木桶。不同的木桶，应该说以橡木桶为主轴，然后去搭配不同的木桶的去调配出来的东西。OK， 对，这很有趣。对，因为像水果酒会说不同的水果，不同某种些果子，你够给真点就会某种些木桶出来的，所以风味也不同。就把它当做调味料一样，去把橡木桶酒呢再增加了不同的风味。那我可不可以说，按用给3款给尊摩，其实给加钱较贵一些些的，因为听起来看起来就较无用。你说这小资嘛，女生对，那个就较贵一些些的。成本它高安讲，因为酒不用橡木桶都会减少啊。OK， 会蒸散出来。好，再问一个问题，几度？体积47度、52度、57度。就是烈酒，就是烈酒。哇，乡亲朋友，你还有冻豆改酒的少改本大家，切对莫这块哦，等一下再来讲。今其实动感茶老台高头的那个节目第一读老台高的少改推翻，可能台高银系、台高5年系改泛苏酒，而且刚刚介绍很多创立的品牌的酒，是还有一些像调和的酒啊，所以刚刚自己喝了调酒，然后这边是调和按有购置给酒哦，水蜜桃的真的清透色，不过给不给更多鸦片哦？其实因为我们刚刚介绍，其实有一支橡木桶给酒，我们刚刚已经介绍对不对？不过我们要同台高分享一些轻有意思跟第一次就会烤桶，对，你可以帮大家讲一下吗？烤桶
烤桶就是在橡木桶要装酒之前把它拆开，对不对？对。用火力到酸配锅、烧锅，按钮的概念。是。对。功能是就会有那个香气，它会让你的产生那个香气，然后那个本身烤的时候会产生这些焦糖化的东西嘛，会让酒变成不同的风味出来，这样。是，好有趣哦！泰卡在厉害看电视就是看到个胸片就会烤桶的照片，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今天同台有的粉用呀，青豆跟橡木桶，还有给小小的小知识啦，对，所以其实酿酒也是真的是一门其实是很技术。很细腻的，很需要时间的工作。对，也是哈。不过公路压好，泰卡就会想说，哇，公路按精致，按有意思，你们也有客制化，对不对？对。桶子，比如说我可不可以说我要这个桶，然后我带我的桶，或是你的桶，然后我要按用给桶，酿制按用给酒。对，是可以的，可以的，只要有钱就好了。也是。没有意思啊，没有意思，意思讲哇，真的还有按用给父母哎，很用心呢。就让客人达到满意的想法也是，就泰卡就会抵，其实泰卡会抵哦，因为泰国给去改创立这样的品牌，它就是一次就到位。哪个到位意思说你的这个就是你真的很有企图心，一开始就自己盖酒厂，而不是说给别人代工啊，没有，你就是一开始就会去改给工厂，去改给酿造自己的技术，去改给品牌。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其实也跟你的背景有关，对不对？好，我讲，我忙学做酒以前，我唔会啉酒的人。哦，哇哦，就是那开始来讲，啉酒这可能1年2-3摆，然后来台湾，那啉下酒那东西。助兴、气氛、助兴的东西，然后酒嘛啉不是嘛该酒，是第基本的基红酒，有酒精就对了。喝多会醉这样而已，这样的概念的。那在应该说9年前吧，父母就发生车祸嘛。那在那个车祸中，你会发现妈妈那时候说成进了加护病房。开始这时候，其实一家家庭来讲，会懂催用会东西啊。你最后会留下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对。然后你就会想说，那时候突然间不知道哪来的想法，你在为的想法是想，来做一件事情，后台就可能记得来嘛。哇。开始想走酒这条路。哇。本来是都爸爸在工厂在上班的嘛，不好买机器的。钣金机械，所以你看到铁板都剪了凹的机器啊。对。开始做开地嘛。做那时候像来做酒，也是开始去上网寻资料买书来看，是买了简单的器材来先试看看啊，那开始的啊。哇，你看真的很有勇气，俺黑吃到真给黑青你勇气，你看自己创业，你要有那样的。像我就是比较保守的人，黑公你真给不爱就真给黑上班族，你公你爱用给勇气，不过也因为可能妈妈爸爸的关黑有那样的起心动念，觉得可以的确，如果这个品牌建立成功，这就是你一直。让大家知道的这个事情也留在台湾，而且还反薯就有吗？反薯很气哇，很棒啊！因为钣金背景的关系，很多机器也是自己去组装啦、创造啊，然后也都美美的，很有艺术这样子。就用自己的想法，请人家帮我做，自己做这样感觉。对，真的很棒哎！你讲基本上同台卡小个案有更有这种轻简单哦。其实工厂懂也很辛苦，所有的创业的朋友来都鸦片。我们 condo 给真营就是比较成功的面向。这个背后太辛苦的，其实大家看不见。像我就觉得轻有意思，我看到我背后这一组，我那时候看到给的时间就吃到讲，为什么要把香水带来？果真给两就会香水。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好漂亮，根本舍不得喝。不过你讲给黑你失败的酒。你去酒当初应该讲来做酒，还唔像一加人工做出来的东西，用色素来听，不像一加，我是加就香精香料，我不想加那一块啊。左边那一支呢，就是我们洛神的概念嘛。当初用洛神做出来的蜜，搞酒底度开始清讲，提姆伊莎变到半年以后，它会色衰。OK。对，就变成说它恢复到现在自然的褐色去了所以说我们在产品发想上算一支不够完整周到的产品它还是好喝的酒，对不对？它味道其实变更好。OK。但是颜色上就没有当初我们达到那个微微的紫那种。鲜红色的那种概念，所以简单来讲，就会颜色你某满意，只是这样而已。颜色某满意，它当初都做一些在酒精浓度上的计算，有些程序没有学过，所以就做错了，然后变浓度高出来。对。好，那我来做个结论好了，其实它就是一支成功的酒，它就是一支成功的酒，只是因为没有达到老太狗自己心目中早就已经定好的标准。
不说你讲给黑400个酒，这哪是啊？你看因为就黑喝起来很好喝，它其实就是它还是一样是很棒可以饮用的酒，只是跟你当时想象还不一样，因为那是当时做的工厂定错标准，其实你把标准改掉，它就成功啦，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对，你看，你说为什么要？你看，给不给待了有一个就真给青豆哈，你看我后面这个是香水，可是还有一个哦，真给青 T P 哦，泰卡就跟我们改平安抗煞，这里，这个我一看我奶巴都黑高粱酒，你你两支酒的相反哦。2020年开始，疫情你也差不多会爆发嘛。错。开始是多要过年的时间。对。从那个古华饭店开始，其实讲去买某酒精，消毒酒精去买某。对。其实我来讲做的高浓度的酒当酒精卖它嘛。好。开始像做一罐一罐种像酒的产品啊。开始就过年唔像过年，还是像到平安那边老师像芙蓉，该春联那的平安，所以就之前该每一门的气功门派该要师傅来像平安然后抗煞那种就。一个是春联的概念，一个是符咒的概念。好。疫情的平安跟抗煞。几度？你讲一下。75度。你是要吓死谁？我们当初设定是当消毒酒精来用。对。但是我们都是从我们里面自然做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就是酒。它就是酒。你看黑美清等一下，一口是给分掉黑蒙吉，他们需要消毒酒精，因为它就是做了一个，这个是算是季节限定给。对，就是一个为了时事我们去想出来的这个产品，很可爱，真的好棒哦！我就觉得很多元哈。还有一个这边有一个门神系列，对，我觉得朋友黑跟鼠都暗涌给就会好开心。就对，因为你看，门神嘛，云林水林应该做国宝级画师洪平顺老师发的呀。对，所以这也算是客制化的酒。这个也是一个算时事客制化的概念。OK， 对。那我要再帮观众朋友问一个问题。是。郭总，你除了可以自己，你看我说我们可以指定橡木桶，或是带自己的桶随便。你还有帮客人客制化酒，酒标。酒标可以啊，你有什么想法？你出图过来，我们帮你就做成你，然后拿去国税局登记的产品。做成什么？做成你要的东西，拿去国税局登记的产品。对，所以你喜欢什么啊？还要拿去国税局登记？这才是合法产品啊。OK， 所以不是就是不是说单纯我帮你贴上去的概念而已。也是啦，单纯贴上去可能是我自己在家里私酿。那就是私酒。对，差点要说出秘密。那就是私酒。后 demo 供出来，那就是私酒。对。所以其实你是可以帮忙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做你有的酒标、酒的内容。对。然后可能是调酒或是水果酒、非水果酒、研究、压黑供、增饮几度什么的，是可以跟楼台可以帮你用你的想法来做这样。好棒哦，真的，你真的会很。我满足那些想开酒厂的梦，不要再走这条路。不要，因为你看听起来就知道，其实工厂清艰辛。不过，对，不过我觉得你们还有 TPL 的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真的很特别。我们有一个全球首映的番薯酒，有没有？还有同泰嘎的分享，那个时候2019比利时布鲁塞尔得奖的酒，对不对？不过你们也噔，就会2021年还很近哎，这个，而且给他真的这次是得金牌奖是。好开心！你酒迄日本时代吼，你只酒的米的种哦，吉野1号啊。米对不对？米种，一个酒，它是专门为来做酒的酒米。对。然后听说在那个时代呢，就专门把它做了成清酒，然后送回日本给天皇喝的。嘿。对啊，然后这个东西，高参有一位陈倩老师，他研究这个多年，然后他也把它做成清酒。对。对，然后变成说那。我们也刚好看到这个机会，我们就把它做成我们的烧酒，这样做成米酒、蒸馏酒的概念这样做。对，而且它的给米酒案的试作品，就会我试做的，是，然后就得银牌，是不是？而且是米酒它是米酒，对，米酒，对，是纯米。我们当初做也是觉得说，米酒这个东西，台湾一直被处于一个低价产品的概念。还有，我们都买来煮，就拿来煮菜，给酒，你知道，他拿给酒，事实上，能够蛮讲。米酒这东西都日本来还给其实冇便宜东西啊，你看清酒也是给钱啊。嘿，真嘅，尤其喺日本，大家不论喺喝清酒，也喺大家滴嘅那些大饮料会买的东西，其实其实清贵嘅，一瓶都好多钱。问题用米酒做的啊。冇错。台湾因为台湾政府安尼规定，米酒是一个20克的东西啊，所以而家要买排也是在东南啦。呀。就做出来就是像比赛款啊，看就拍板不用提供，其实米做做出同好的酒。按那种把它做的。哇，你看真景吼，看金文也给节目同大家分享嘛，真景我们这个是得金牌的米酒，对不对？也介绍了这个作品，好像某 Q 他用番薯作为原酒
我可以研发成很多不同的产品。是。最后我同大家人问一下，我可以去哪里买呢？通路可以透过我们那个脸书的粉丝页上面的那些店家。或者到现在的大润发的全省大润发都有卖。OK， 所以大卖场都会买得到。买得到。OK， 哇，这样子，因为对我来讲，我的心情有一种共荣的感觉。虽然不是我做的，可是因为觉得很荣耀嘛，因为觉得哇，地太繁数哎，然后我们知道台湾的品牌，然后其实成绩也很好，对。所以同所有改乡这边不以讲，因为起到哇，番薯种一起去看看啦，其实起到记得改免数改专业做得有动作改自行做得差多呀，做得起到台买冲到来卖，基本很好特别改时间很爱令到多改就要谈到老太哥改故事，真嘅感谢老太哥，除非只会来。谢谢。好，所以改用亲朋友咧，天天下来做认同了。中戏福喜类类嘅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類類嘅面書傾站，還有聽嘅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